我觉得台南也很热情，同学都很帮助我们这种外籍的，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明白啊，他都会答应，都会帮我们，很热情的主动帮我们。雇主都非常好，他不会因为我不是台湾的人，就是可能是外籍，他们都会给机会我们去做。还有什么不明白，他们都会帮我们，感觉他们都很热情，很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国籍上的差别对待。我是觉得台湾很安全，然后台湾人就给我了很多就是温柔的那个感觉，对，温柔的感觉。然后他们也对我们外籍生不会太凶，对他们就知道，这是外籍生，我们要对他好一点，因为他离家比较远一点嘛，所以他可能会想家还是什么所以他们也对我们很好，特别是老师们。我觉得台湾非常好，因为是老师跟同学对我真的很好，然后可能是台湾人真的很客气。我自己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国家的朋友，就是这边有菲律宾、有越南、有印尼的，像我是从印尼来的嘛，所以我来到这边也会看到我国家的朋友啊。感谢就是我们来台湾，那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还有那个劳动局的局，他们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帮我们，给我们去参与。这样，还有或许就是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他会举办一些讲座，要让我们去听这样。我们107年开始其实就有境外生的服务哦。那其实孩子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境，不管是实习遇到的问题，或攻读上遇到的问题，甚至是想家的时候，其实都会跟我们的承办联系。有大1到大4的孩子，毕业之后其实找工作，其实秋菊也会协助他帮忙，帮他评估说，哪个事业单位可能是适合他的，甚至是帮请事业单位打听说，这个孩子有工作上的需求啊，那你们有没有需要？国外的孩子等等，台南很特别，就是我们整个的境外生服务其实也是结合移民署，包含他们的一些路径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我们一些劳动权益，其实我们就是整个整合式的一个服务。对，那其实在服务的过程中，大家也是蛮有成就感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我的市长督导之下，我们对外籍生是有相关生活及工作上的关心关怀的部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外籍生为什么是劳工局在做服务？因为外籍生来到台湾，他们有些可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赚打工读，赚一些协会，那中间就会牵涉他的劳工权益、劳工福利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就服务外籍生，职业安全卫生最重要。不要说因为来台湾为了打工赚协会而到职场上去受伤，就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另一部分呢，告诉他的相关劳工权益。那另一端，等会要找企业去辅导他。这些外籍生进来之后，相关的规定、相关工作的实施都有规定在，不要违反规定。移民署也进来跟我们结合，因为移民署有他服务的区块，所以他要了解这些外籍生来到台湾。有没有我们台湾的人有没有把他照顾好？所以我们这2个单位说，这样一些服务这几年来，刚好都是移民署跟劳工局2个在服务这些外籍生，那我们也蛮好的。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立法委员郭国文伫个顶礼拜，因为收入未少渔民的定情，表示因为气候的异常，造成海水的咸度偏悬，地区7个市的蛤蟆死亡严重，因此上午特别邀请中央农委会渔业署加水产试验所南下，一方面听取渔民的心声。另外嘛，针对土壤甲水质进行检测，希望会用查明大量蛤蟆死亡的原因。有将近600缸拢无了吼，咱的水族业拢头5度呀。咱的我是就讲，今仔日拄阮遐拄有咧咧清角啊，今仔日等下咱若拄时间会拄好，我就讲麻烦咱立委安排时间，
咱拄来现场看嘛一下呢。或者上一定爱去啊，是一定爱去。啊，你的面积差不多大，你的面积差不多大。哦，阮表伊遮拢进要到30甲。对啊，差不多要30甲。要30甲，啊，拄好使用这个机会啦。啊，伊成本也这个啦。哦。系啊，成本也这个，拄好。成本也这个，拄好好调这个时间啦吼。因为你甲我讲的时阵嘛，我一礼拜的时间我就赶紧排啊。感觉是因为这个无路的因素，降发达着。我了解。伫个座谈会过后，一行人嘛实地到用这个气温现场会勘，经过实地采样，减分大约是42%，也就是4.2度。不过渔民表示，这是因为顶礼拜拄落过雨，若无减分会搁较悬。饲蛤蟆达人王荣瑞表示，以饲蛤蟆30-40吨的经验，今年会用讲是损失上严重。这礼拜捕下来蛤蟆现场大约有15万斤拢死亡。如果是气候的问题，希望会用争取中央天然灾害的补助。今天发起会勘的主要目的是我们的养殖渔户面临这个极端气候的问题，所以呢，天然灾害所造成的渔损令人超乎想象。那今年的这一个渔损的灾害，相较于前年初我跟陈主委来会勘的时候，原因有所不同。那前年初是因为西南气流的关系，因为那个太淡，所以呢以至于呢那个婚礼要西亡。这次是因为太热。太咸度太高，连养殖达人也没有办法。依照它养殖的面积呢，目前发现已经超过15万斤之多，那已经占所有它的这一个养殖量的这一个1/4。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农委会，还有地方政府农业局。那个水事所，还有我们邱经议员等特别来这边会勘。那我们希望呢，就这会勘的结果，能够得到一个一定程度的天然灾害的补助。但是天然灾害的补助，我必须重申，这不是养殖户最希望的一个结果，这是不得不寻求政府的帮忙。早暗的温度差上济，都拄到伊无足久无落雨，5-6天无落雨，所以这。阮伊啊，米林土咧生活的，伊袂堪即气候安尼转变，都兼无落雨，所以今年我遮有哪，我看我遮死上济啊，拢歹势讲出来尔。当进猎海了，超过有15万斤啊，顶水底还袂厉害，迄种还袂算落来。立委郭国文表示，以现场损失的比例，大约已经超过1/4。对此，渔业署嘛表示，会要求水产事业所来调查，同时嘛希望市府甲区公所加强甲渔民的通报。立委嘛表示，会要求农委会甲渔业署伫个2礼拜内来回复，并针对蛤蟆的灾害后续发展做进一步的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北区区前大楼新建工程动工开始。出动，由台地平安迎接帝国。伫台南市长恩伟提甲北区区长、民政局长、社会局长以及多位议员的精神之下，台南市北区新建区前大楼拆墙工程正式动土。我们都晓得北区区公所在原有的地方那个太狭窄，而且交通又不太方便，所以民众呢要洽公的时候，光是停车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市长上任之后，特别一直在找个地方要规划那个北区的区政大楼，所以很难得我们找到这块土地了。这块地位置会当讲是非常的好，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建筑的整体规划将结合后进事务所进驻，并设置托婴中心，打造多功能的社区优质服务场所。另外也设计户外甲地下停车场，就会当提供176个机车甲27个的汽车停车位，解决车公民众的停车需求。工程预计伫114年8月完工。那将来这个营缮的经费总共高达2亿8千万哦，那可能再加上内部装修，可能要超过3亿。那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蛮这个大的一个花费，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讲。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工程尽速完成。北区区公所表示，区政大楼未来完工了后，将提供多元的区政服务，也期盼会通服务更加侪民众，成为上优质的车工环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议员蔡立青为下安南西主会经15个友会兄弟，选伫母亲节进前来到特殊教育学校，用一缕一缕剪亮花，代表对学生满满的感谢甲慰劳。会长嘛持续关心特殊教育学生资源的欠缺甲家庭困境，以及替学生争取安南病院健康检查有单一参考努力，要互因知影因并无孤单。上次听主任讲说，我们的复康巴士跟教育部要争取，还有这个进度很缓慢，教育部批准的进度很缓慢，所以这一块我们会继续来努力。那未来希望说，如果学校校长啊，还是家长这边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提出，我跟邱议员一定会去整合这个资源来。感谢咱各位西主会的一寡师兄嘛最用心的，会当来这块社会真侪人看会到的所在，咱尽量来甲做较完善的安尼。所以我也真欢喜来这尽一份力量，提早这恁祝福母亲节快乐，谢谢。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属于国立由教育部管辖，所有在地议员甲社团的关系，嘛互学校相当感动。虽然我们不隶属台南市政府但是2位议员还是秉持着在地的子民来做关怀那我们非常的感谢了政府资源有限，民间力量无限，何况特殊教育学校所需要的复康巴士等资源不足，议员需要有志共同投入，形成爱的循环。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112年护理系加冠典礼，10号下午伫图书馆的演艺厅举行，包括5专3年级加4级2年级的学生，总共317位，穿着熟悉的服装上台。女护生由着老师来佩戴护士帽，男护生则是接受老师来挂名牌，过程庄严。校长孙一鸣表示，加冠典礼是护理系学生伫个实习进前必须要完成的重要仪式，就亲像护理界的成人礼。伫个实习的过程，如果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学校拢会做学生上大的瓦课。今年总共有317位学生要来做加冠，那我想加冠完后就是到医院去做实习，所以有一个叫做护理系的一个成人礼。那我想我们中华医大创校55年。那这55年呢，我们培育了很多的护理界的精英。那在各大医院里面，也有很多我们的学校的校友。那我们去年呢，学生在考执照的部分也都比全国平均还高，而且我们还出了一个全国护理师的状元。那所以我们中华医大在培育护理人才是不遗余力。那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在今天这样的典礼过后，本着多看、多听、多问的一个精神，在实际场所学到他的应要有的一个技能。那我也要跟所有的加冠同学报告，就是不论你遇到任何问题，中华医大一样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都可以回来跟老师们再请教。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学校董事会董事、卫生局长苏世斌、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明等人，以及市长黄伟泰嘛特别前来甲护理生来翕相。伫个加冠仪式过后，现场嘛进行点烛团光的仪式，由着系主任伫个南丁格尔的肖像进前点燃蜡烛，然后交予20位协助加冠的护理专业老师，以着接力的方式，一位一位点燃学生手中的蜡烛，象征南丁格尔的精神生生不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真侪学童当咧专注暖身，就是希望明年会当伫赛事当中取得好成绩。那你待会要比什么？2次。那你呢？只有蛙式。你是第一次比这个比赛吗？第一次哦。那心情怎么样？心情如何啊？好好啊。进前为了防疫原因，协进会停办3天，无办游泳比赛。如今疫情趋缓。理事长洪淑娟甲会内干部开会讨论后，决定恢复办理，邀请台南市南区7间小学学生共同拼勇气。这一次呢的疫情后的第一场我们那个协进会的游泳比赛联合7所国小，
那这一次呢，最主要的宗旨就是，其实学生他们的文艺并进啊，还有就是各校的资源整合，我们想就有这一次的水中文舞活动，然后把我们南区啊的这个教育的精神可以发扬光大，甚至可以拓展到整个大台南。这个就是这一次办的主要的意义。就是这几年的疫情，所以有暂缓实施。那今年很高兴，就是又可以重回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旗校的小朋友共同来就是进行这个游泳比赛。那喜树国小这边也很高兴，可以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哈。那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一个游泳池，可以让我们七校的小朋友在这里发挥，然后展现运动家的一个精神。理事长洪淑娟表示，台湾拥有长达1566公里的海岸线，四面是环海，因此海洋教育更加重要。知海亲海观念嘛要自细汉就做起。协会也希望借由办理游泳锦标赛，来增进学生的游泳技能甲自信。伊也感谢这位明代校长以及各界赞助奖品，互参与比赛学生0名有奖。理事长杯国小游泳锦标赛嘛正重视教育，互囡仔会当伫比赛当中得到趣味以外，嘛会当得到海洋知识技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南投县工乡总会6号伫富林餐厅举办第8届总会长就职典礼，邀请历届会长以及工乡会员前来指导管理。市长王伟铁也特别到场祝贺。很大的荣幸，共同跟各位一样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也就是我们陈嘉义总会长宣誓就职。长久以来陈嘉义总会长在台南许多社团中间都是佼佼者，都是领先者，都是服务最广的人。所以今天荣膺大任担任我们台湾区南投同乡会总会长，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不止台南的首长到场，某县南投县长许淑华也特别让他到场支持。每一年不断都举办凤凰草的活动，都是希望是咱南投县无论是好奖助学金，还是有一些农业的推广，包括公职管有内团队的运作的，我们同乡会都展现出对于我们自己家乡的关怀。每一次活动上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捐助上面，都我咱就得用心时代感受到咱家里乡亲的温暖，嘛感谢恁伫恁的事业头顶做在这么成功，但是不忘回馈我们自己的乡亲。新就任的总会长陈嘉义是南投鹿谷乡人，在台南落地生根，创立新凤鸣茶叶，并将传统茶叶创新吸引少年人。伊也曾经担任台南市南投县工乡会第14届、第15届理事长，目前也是台湾区制茶工业农业工会常务理事、台南市商业总会常务理事、台南市杂粮商业农业工会理事长、台南市总工会干事，资历完整。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第8届总会长暨理监事还有会主干部的就职典礼。今天我们全省全国有16个县市，包括大陆华东区的所有的乡亲都到台南来聚集，来接受参加我们的就职典礼。在这里非常感动非常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第8届我常常在讲，微笑是无限大的力量。我们将来第8届，我们会用最热情，用最感动的心情来领导我们台湾区南投县同乡会联合总会。那么我们未来希望内部有扩展更多的会员，让我们的第2代承认也接受南投同乡会的成长。那么我们对外我们要做一些公益上的活动社会上的责任，这个才是我们南投同乡会联合总会所需要做的。那么今天也非常高兴全国的朋友及我的社团的朋友以及我们的顾问先生小姐都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就职典礼。在这里仅代表联合总会感谢所有全国乡亲以及参与的与会人员，谢谢大家。陈嘉义在就职典礼当中嘛表示，
第8届是迈入青年阶段，会有真侪改变。伊也感谢第7届总会长陈文志的传承，伊也保留优良的服务精神以及创新的延续，凝聚乡亲情感，为会员谋福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化大溪买大饭大甲大肉公杂配料，拢是台南市市定民俗活动。台南新化数位机会中心伫虎特校园将这两项文化制作成影片来保存，日前经收录到文化部国家文化资产网当中。那这个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新化数位界中心是全国第一所数位界中心把影片上传到文化资产网的一个单位。第二就是说，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全国的一个数位界中心呢，很多也有108所，那很多的一个数位中心也都有做了很多一个文化典藏的一个影片。那希望说把我们的一个成果把它上传之后，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民众或者学校单位等等，可以去数位使用。教育部伫这几档鼓励全国各区的 DOC 发展在地文化点钟，透过影片记录各地文化甲民俗活动，唔但会当保存文化历史，更会当推广地方知识。这次新化 DOC 创下全国纪录是非常的无简单。DOC 就是数位机会中心，全国这108个 DOC， 我们台南市占了11所。那尤其是新化 DOC 非常的有特色，它主要就是以这个文化面向来做发展。那在去年部分也把我们新化果菜市场的场域当成是摄影展，然后也获得好评。这次也看到新化 DOC 校园拍拍年龄限制，在现场则运用所谓网络制作纪录片，将文化影像流传。新化 DOC 也会将影片提供给区内各中小作为所谓教材，也是透过社区协会以及团体来运用，让更较侪人会当实在家己的家乡。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根据统计，每一天大约有2800班次的大台南公车伫路顶。台南市政府为了彻底落实路口停让行人优先，所以特别辅导补助新营客运公司建立全国第一座实景的训练场，是伫演练小朋友过马路，或是有人过十字路口，佮头咧咧看手机等情景。借此提升司机的行车习惯跟安全意识，确保安全。我们身上的社会上的朋友要过马路，见手持白手杖的视障行人通过路口，驾驶应耐心等候其完全通过。不管是无号志的路口，或是有号志的路口，不管是有轮椅，或是有小学生，或者一般的市民，或者是比较漫不经心的在滑手机的，其实各种情境都有。那也能够提供让我们驾驶同仁能够这个心平气和的这个其实开公车或开大型车，有那么多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上，掌握你的方向盘上，我们还是要多努力。新营客运将原本的停车空间发挥创意，变成安全训练场。毛来参与客运仪式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相当肯定台南做了真好示范。其他未来会当推广到其他的客运业者，一步一步养成交通安全的习惯。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痛风就是因为体内尿酸过多，造成尿酸结晶积伫关节皮肤。一开始就是以高尿酸血症来表现。基美下中心风湿免疫科医生表示，一旦引起痛风关节炎，无好好治疗，症头会愈来愈严重，每一摆发作时间嘛愈来愈短。而且真侪人认为尿酸高就是控制饮食就好，对此医生并无认同。认为生活形态调整、加长期稳定使用降尿酸的药物来控制，才是治疗根本。痛风的话，其实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那个病人其实都会有经验，就是去诊所去打个针、吃个药，其实他的症状很快就会缓解了。可是呢，这个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我们的本在哪边？就是因为体内的尿酸值太高。
好，所以这个尿酸值哈，如果没有把它降下来的话哈，其实那个痛风的这些结晶哈，会继续的越沉积越多，越沉积越多，所以那个之后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而且那个不太会有缓解的可能性哦，而且甚至一些并发症可能都会跑出来，所以痛风哈，其实长久的治疗的最根本，其实就是要去降我们体内的这个尿酸，所以在长期哈，如果要控制尿酸的话，其实还是要配合药物，好才有办法把尿酸降到我们的标准值，甚至要再更低一点，因为我们希望更低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些尿酸结晶其实在这些关节皮肤的地方它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溶解的，只要我们那个尿酸值降到正常以下，其实它可能就会开始溶解，可是呢降得更低，它溶解速度会越快，然后只用那个如果一直持续的那个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况的话，其实有一天它的尿酸结晶完全溶解掉，其实就完全不会再发作。医生进一步以患有痛风关节炎多年的蒋氏为例，原本伊痛风发作得到诊所阻止痛的，后来发作部位愈来愈多，差不多每个月拢会发作一摆，才到急诊就医。后来就是长期乖乖食药啊，真紧尿酸的数值就降落来，半年后拢无搁再发作。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